使徒行传第7章，大祭司问司提反，事实是安尼是无？司提反应讲：各位父老兄弟，请听，咱的祖先亚伯拉罕刷去荷兰以前，要住伫美索不达米亚的时，阳光的上帝对伊显现，甲伊讲：着离开你的故乡甲亲族，去我要指示你的所在。亚伯拉罕就离开加利底人的地方，去住伫荷兰。伊的老爸死了后，上帝对遐甲伊牵线，来现在恁在住即个地。毋过上帝拢无产业予伊，连脚踏遐尼细的地都无。毋过上帝应允要赐伊即个土地，予伊甲伊的后裔做产业。虽然迄时伊还无囝，上帝有安尼讲：你的后裔会去寄居伫外国，做奴才受虐待400年久。伊阁讲：毋过我要审判迄个互因做奴才的国家，后来我会互因出来，伫即个所在敬拜我。然后上帝有甲伊立约，用甲勒做记号，因为安尼，亚伯拉罕生以撒了后，第8日甲伊甲勒。后来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12个族长，这个族长怨妒约瑟，甲伊卖去埃及。毋过上帝甲伊同在，救伊脱离一切的灾难，予伊伫埃及王法老的面前得到关爱甲智慧，予法老指派伊做埃及的首相甲王宫的总管。后来埃及甲迦南全地发生饥荒，引起大灾难，咱的祖先无粮食通食。雅各听到埃及有粮食，就找咱的祖先去遐。这是头一摆。第2摆因去的时，约瑟予伊的兄弟认出伊的身份。对安尼，法老才捌约瑟的家族。约瑟找人去请伊的老爸雅各，甲全家族75个人拢去埃及。雅各就落去埃及。后来伊甲咱的祖先拢死伫遐，因的遗体互人运到示剑，埋葬伫亚伯拉罕用钱对合约的子孙买迄个墓地。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允愈得要实现，以色列人伫埃及的人口愈加添真多。后来有另外一个毋捌约瑟的王起来统治埃及，伊用盔甲对付咱的民族，虐待咱的祖先，强迫因甲婴仔等伫外面，互因死。拄即个时，摩西出世，上帝看伊真得人疼，伊伫老爸厝受幼饲3个日久。伊受放杀的时，法老的查某囝甲伊捡去，做家己的囝幼饲。伊受栽培学习埃及一切的智慧，讲话做代志拢有才能。摩西满40岁时，想要去探家己的兄弟以色列同胞。伊看到一个兄弟被埃及人欺负，就去甲伊保护，拍死迄个埃及人，替伊报复。伊想讲家己的兄弟为了解上帝要用伊的手来解救因，毋过因无了解。隔日，伊看到2个以色列人在冤家，想要甲因调解，讲：朋友，恁是兄弟，哪在互相欺负？毋过，迄个在欺负人的，甲摩西撒开讲：啥人任命你做阮的头人，做阮的判官？你嘛要杀我，亲像昨昏杀迄个埃及人哦！摩西一个听到这个话，就逃走，去米甸人的地寄居。伊伫遐生2个囝。40年后，伫西奈山的旷野，有一个天使伫刺皮的黑暗中对摩西显现。摩西看见这个景象，感觉真稀奇。行我去要看较详细的时，有听见主的声讲：我是恁的祖先的上帝，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。
摩西惊甲皮皮喘，唔敢看。主对伊讲：话腾起来，因为你所徛的所在是圣地。我的子民伫埃及所受的痛苦，我确实有看到，嘛有听到因的哀叫。我落来要拯救因，等你来，我要找你去埃及。这个摩西以色列人捌甲伊拒绝，问伊讲：啥人任命你做头人、做判官？这个人上帝却通过伫黑暗中显现的天使，差派伊做领袖、做拯救者。伊带因出来，伫埃及、伫红海、伫旷野40年久，行真侪奇事神力。这个摩西捌对以色列子孙讲：上帝要对恁兄弟的中间，甲恁兴起一个亲像我这款的先知。摩西嘛捌甲伫西奈山对伊讲话迄个天使，以及咱的祖先伫旷野聚会，伊有领受话的信息来传予咱。咱的祖先唔愿听叹，颠倒甲伊拒绝，想要倒转去埃及。因对阿伦讲：你着做一寡神明来甲阮带路，因为带阮出埃及迄个摩西，唔知拄到什么代志。迄时因做一个牛仔囝的像，对迄个偶像献祭，为着家己的手所做的偶像庆祝。毋过上帝回头唔看因，出在因去拜天顶的星神，照先知书所讲。以色列家啊，恁伫旷野40年久，减捌献生礼也是祭面予我。恁跟摩洛的布边，以及李凡神的星，就是恁做来拜的像。所以我要甲恁迁徙去巴比伦迄边。咱的祖先伫旷野有见证的会幕，就是上帝对摩西讲话的时指示伊。照伊所看见的模型建造的，后来咱的祖先继承这个会幕，上帝对因面前甲外族赶走，因占领迄个土地以后，才甲约书亚将会幕刷去遐，一直到大卫的时代。大卫有得到上帝欢喜，通求上帝准伊为着雅各的家找一个徛起的所在。毋过后来为着上帝起圣殿的是所罗门，其实至高的上帝并无住伫人的手所起的厝，亲像先知所讲。主讲：天是我的宝座，地是我的脚点。恁要甲我起什么款厝？倒位是我安息的所在？这一切敢毋是我亲手创造的？恁遮尼固执！恁的心意，耳孔唔听，恁甲恁的祖先相像，不时反抗圣神。倒一个先知无受到恁的祖先迫害？预言迄个公义的罗卜来临，迄个人，拢互恁杀死。当恁正做出卖搁杀死迄位罗卜的人，你是对天使领受上帝律法的人，竟然无遵守。因听到司提反这话，非常生气，对伊加加切起。毋过司提反互圣神充满，抬头看天，看见上帝银光，嘛看到耶稣徛伫上帝正边。伊讲：恁看，我看见天开，人子徛伫上帝正边。众人耳孔大声喊。做伙饲我去，甲伊拖出去城外，用石头甲伊钉。遐证人将家己的外衫交予一个叫做扫罗的少年人顾。因用石头钉司提反的时，司提反求叫讲：主耶稣，求你接纳我的灵魂。伊阁跪落去，大声喊：主啊，毋通将这个罪归予因。伊讲了就死。